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苗栗防隔离的高风险的移工，经过 PCR 检验，确定无来喂着病毒了后，陆续为集中的检疫所放送转去原本的宿舍。其中经员电子为着要配合劳动部降载的规定，由中介公司把移工送到新的宿舍。也毋过讲这个。移工在刷宿舍状况是真混乱哦，譬如讲有一大群的人聚集做伙，阁有人伫路边拦雨来等游览车，到这个新宿舍的时阵，阁有房间无门床，部分的移工只好是困涂骹。详细状况，请记者吴烈安讲予咱知。一大群移工群聚在一起，和防疫人员以及仲介吵成一团。你们要去警察说我要告我的。đây là 2 gương mặt vàng môi giới của công ty Kim Nguyên đây. 因为这个叫做công ty môi giới thì 他们都是金源店的移工，其中还有的是刚从检疫所回来的高风险移工。为了配合宿舍降载，要移到新的宿舍，但一群人群聚在大厅，而且还得淋雨跑上游览车。到了新宿舍，天都黑了，但有移工到房间发现没有床睡，直接打地铺，走廊上更堆满了杂物，就像垃圾堆一样。对于这些乱象，负责移宿的仲介公司解释，当天是有移工不愿意分开住，才会在现场群聚争执。至于床位不足，的确有疏失，当时有立刻在部分的移工到汽旅休息，目前也请厂商赶紧送床来，让移工们不用再睡地板。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情况。主播。